新北市的青少年图书馆台语戏剧声音培训课程是邀请罗里亚剧团带囡仔做伙开喙讲台语，做故事内底主角，要打造一个专讲台语的环境，把家己的母语搁捡倒转来。阿公再会。这个阿咪实在是一个乖囡仔，我要来休困啊。无共角色，无共声情，这囡仔投入伫故事内底，学习要安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好啊食。阿嬷，你身体无爽快哦。是啊，我最近规身躯酸痛，人拢无啥物气力。这是台语戏剧说书人声音培训课程，上台进前，剧团老师陪伫囡仔边仔同齐咧读本。即马网络真时行，团队也将广播剧用 podcast 的方式录起来，记录这阵囡仔学习的成果。两天上这课，你敢有欢喜？有啊。学到上济是用台语去表演。平常时罗里亚剧团会到各地方讲故事，互囡仔兄、囡仔姊听。即届因转换角色，配合新北市政府在地之声推广母语的活动，来教囡仔讲故事，带这囡仔对熟悉台语开始，认捌故事内底角色，学习透过家己的声音、声情的变化来表达每一个角色的特色。透过游戏来，互因莫感觉学台语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互因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全台语的环境，感觉好耍，莫有压力，伊就会豆豆感觉我会当试看卖，讲看卖安尼。罗里亚剧团表示，10月底拄好是万圣节，即届特别紧甲万圣节有关的剧本，剧本内底拢是生活当中会用到的词。随望参加课程的囡仔，台语程度无同。因希望透过活动的这2天，用游戏甲剧本创造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对趣味的故事开始引导囡仔愿意开嘴讲台语，互这囡仔感受到其实讲台语无遐困难。记者张家毅、曾俊佑新北报道。